好，早晨啊，咁啊中原又開課啦，咁啊今日咧我哋嘅題目係咩啊？月月爆數的秘訣。咁啊中原咧持續地都有呢個入職嘅培訓咧，亦都不斷有唔同嘅技能嘅培訓嘅。咁啊今一堂課咧就教下大家點樣可以確保啲生意唔係叫做隨機嘅、幸運嘅，而係必然嘅生意，唔係偶然性嘅生意。要爆數嚟啊！睇你嘅定義點啊？咩？威哥20萬就叫爆數啦。OK， 你咧100萬就叫爆數。OK， 每個人分同你咧要做呢樣嘢，其他嗰啲嘢都係為呢樣嘢服務嘅。你做嘅所有嘢都係為呢樣嘢服務啦。今日咁我哋中原地產都成立咗45年啦，一間企業咧溫到30-40年咧，即係啲生意都唔係偶然性嘅，即係好彩先做到嘅，必然係有一啲秘笈可以令到我哋嘅 sales 嘅同事咧個個月都開到單嘅。咁啊有興趣嘅話咧，快啲加入中原地產啊！